一個活着已經幾百年遇不到，卻可以永不心動，永不心動。誰清楚怎樣開始？好比跟天地交戰，誓要令對手命運斷絕磨滅。誰做了僵屍500年，人血不給一樣健全，全靠意志去堅韌每天。神蹟可以，可聽到已死的正言，誰可以和他發展？誰大戰僵屍500年，誰學到不捨復活泉？誰說過永遠都不變遷？只想在一起，不是再等多100年完一線。留守據點，堅守諾言。呢一班公公出咗工，出去打工，仲做埋人老公。老公兄弟同心，一齊向前衝。以前舊夢就好似一場空，有咩問題要靠自己諗通。公公唔怕出工，相信自己就有用。誰清楚怎樣開始？好比跟天地交戰，誓要令對手命運斷絕磨滅。誰為你伸張那正義？誰每天不屈地踏前？全靠智慧去打一片天。無邊考驗，衝擊你腦中的價值，誰可以留守據點？誰為你伸張那正義？誰每天不屈地踏前？誰也靠法制得到靠依？不可以偏私，只可以緊握這信念連一線。留守據點，追了幾百年，來到今天面前，為女那戰意怎麼會少？竟可相戀，糾結的初戀，僵屍感情線，現在大地亦注視。全靠每秒去編織每天，一絲不苟，衝勁不會缺，釋出光和電，就讓大地亦主視。再現，全靠每秒去編織每天，一天再一天，千個萬個精彩節目，全因